創業嘅時間越長，你就應該對呢一個公式嘅體驗咧越深刻嘅。呢個公式就係願力大過業力，業力大過能力。能力對創業嚟講係好重要嘅，無論係產品開發、客戶市場洞察，又或者客戶服務、銷售、成交等等，都需要創業者有好強嘅能力。但係你往往發現咧，有啲能力好強嘅人咧，佢嘅生意好快就會遇到樽頸位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自己能力太強咧，就好容易睇唔起人，好容易唔想同其他人合作。呢個就係業力發生作用嘅地方。所以如果你人緣比較好一啲嘅話咧，佢能夠幫你將你嘅事業咧帶到去一個你從來冇想像到嘅地方。咁但係比業力再上一層嘅係咩呢？就係你嘅願力。無論你嘅能力幾強都好，你都一定鬥唔過一個好想將呢件事做成嘅人嘅。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優質創業者呢，你一定要留意自己喺能力、業力同埋願力呢三個層面上面呢，你嘅水平係點樣嘅？我哋點樣透過我哋好想完成一件事嘅願力，去帶動我哋同其他人合作嘅業力，然之後再增長自身嘅能力，三者合一，咁你就一定咧能夠咧成就你心中之中嘅偉大事業啦。